喂，你好。哦，邊位啊？先生你好，我哋呢邊係招商集團睇電話你，今次打俾你係想邀請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廣州以及中山嘅房產考察團，全程2日1夜，提供3餐以及酒店住宿。想約翻先生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嘅團，你係幾個人過嚟？我哋喺羅湖口岸有樓花接送。點稱呼你啊？我哋係禮拜六嘅早上9點啊，喺羅湖口岸呢邊集合上車，出發時間係9點。先生你係一個人過嚟定係2個人過嚟？你點稱呼啊？係咁嘅先生，咁我姓李㗎，你可以叫我小李，咁我點樣稱呼翻你嘅？我都係姓李。係李生你好，李生，係咁噶，咁我哋今次約翻李生你過嚟，主要都係帶你做翻我哋嘅了解。咁你係一個人過嚟定係2個人過嚟？我幫你登記翻。點解淨係問我1個定2個嘅？點解唔問我3個4個嘅？冇啊，咁樣唔可以。李生你啦，拜拜。